Silonamo 是一家提供法律和商业信息系统的公司，其产品被政府机构和企业机构广泛使用。在2007、2008和2010年 ，Silonamo 被评为保加利亚最受欢迎的品牌。Silo 公司为每一个行业开发软件信息产品，并保留了最新的法律文件、法律和法规、欧洲法律法规、保加利亚法律在英语和俄语的档案。产品涉及教育、能源、建筑、会计、国际贸易、媒体和新闻等众多领域的法律需求信息服务。在过去的30年里 ，Sila 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支持，其中包括保加利亚议会、国家财政部、国家银行、各部委和机构、法院、行政区域管理、商业银行等，为不同领域的客户提供的优质服务。Silonamo 的产品主要优势是，他们是一个事实上的专家顾问，他们有不同的专家，使用不同类型的信息。Основните предимства на продуктите на Sierra Norma са това, че те служат като консултант на различни специалисти. 我们讨论的是来自整个国家的信息，从所有法律和法规，包括从不同的法院决定。我们特别自豪的方式，我们的过程和目前的信息，从商业公司注册流程和现在的信息。И най-вече ние се гордеем с обработването на информацията си от търговския регистър. Това би било едно огромно предизвикателство. Ние все още не сме работили на китайски. 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作，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和积极的挑战。我们知道，在中国有很大的 IT 公司，我们会有机会一起工作。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很大的欧洲市场。我们也相信，我们拥有一些技术以及现有软件系统和 IT 专家一起来开发，类似于那些我们在保加利亚和欧洲为中国市场的需求，并相信我们会找到这样的合作伙伴，包括在 IT 公司、法律和商业领域。